台北市长的选战正激烈，各阵营的候选人这礼拜拢是开始密集的训练，纷纷闭关，无公开行程。今日就敢若黄珊珊有出门，面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，陈时中近日一天咧讲的，呛伊讲是寄生伫民众党。台北市长郭文哲早起就表示讲，确定陈时中是寄生伫民进党。 出席世贸电器展览活动，不过总统蔡英文边啊，煞无看到民进党的陈时中，因为着准备过两天辩论，取消行程，来看对手黄珊珊都来参加这摆活动。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做好最好的准备吧。当然，山西展我每年都来，只要是理事长邀请，我一定会到。对辩论会敢若真有自信，头一场台北市长电视辩论会会伫咧明仔载上场，哪有候选人拢面前伫咧做准备？不过三个人前一天前后出席教育政见座谈会，陈时中搁一摆来针对黄珊珊。当然他是无党籍的比赛，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寄生在民众党。我觉得我们都没有人说他寄生卫福部了。如果要讲品德教育，我觉得他才是不合格。大大啦激动起，台北市长郭文哲嘛无客气，甲陈时中呛动起。黄珊珊没有寄生民众党，不晓得，但是我确定他是寄生在民进党上面的。北市三脚督愈来愈热，头一场电视辩论会都还未上场，气氛就吵到热扑扑。